这是今仔日的礼拜要开始啊，请兄弟姊妹家己先安静心来祈祷。感谢上帝引带，互阮通组织伫遮三甲来敬拜你。伫礼拜开始，请咱做伙唱歌来学老主。主耶稣，愿你听我恳求的声，因为我是欠亏的人。你会赏赐我逐项所需要的，你也是担当阮艰苦的主。你以外拢无别的拯救。咱做伙来吟，求主耶稣，求主耶稣，愿你来听。我恳求的声，你大是阮靠你存命，亲身的脚正。求主，求主，愿你听我求，我有欠亏你大父，恳求你相思，求主耶稣。主耶稣，愿你来听我恳求的声，我以我心靠你的运命，亲身的脚正。求主，求主，愿你听我求，我有欠亏你大父，恳求你相思。主耶稣，你大功劳，我何担我可？我是卑微上失措，你准我祈祷。求主，求主，求主，愿你听我求，我有欠亏你大父，恳求你相思。我心幸福，我心幸福，我命正路，只有主耶稣，你要替我担当艰苦，天会无白路。求主，求主，愿你听我求，我有欠亏你大父。恳求你相思，我心幸福，我心幸福，叫那正路，只有主耶稣，咱咱艰苦，天会无白路。求主，求主，求主，愿你听我求，我有欠亏你大父。恳求你相思，咱搁来讲求主，求主，求主，愿你听我求，我有欠亏你大父，恳求你相思，求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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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你听我求。欠亏你大父，恳求你相思。宇宙万物拢是耶和华上帝所创造，咱大家也拢是上帝独一无二美好的创造。上帝对咱真正足好，请咱起立，咱做伙来吟诗学咱的主。你创造宇宙万物，你创造海洋星宿，你细心创造了我，以永恒爱来爱我。你使我大声欢呼，你使我喜乐跳舞，我要不停来
你创造，你创造宇宙万物，你创造海洋星宿，你细心创造了我，以永恒爱来爱我。你使我大声欢呼，你使我喜乐跳舞，我要不停来歌颂奇妙创造主。我是神，我是神美好的创造，我受造奇妙真美好，天天来宣告你创造奇妙。你对我真好，真好。我是神美好的创造，我受造奇妙真美好，喜乐的微笑，勇敢去拥抱。你对我，你对我，你对我真好。咱请甲主边的人讲，你是美好的创造。大家都是美好的创造，我们再从头。你创造宇宙万物，你创造海洋星宿，你细心创造了我，以永恒爱来爱我。你使我大声欢呼，你使我喜乐跳舞，我要不停来歌颂奇妙创造主，创造主。我是神美好的创造，我受造奇妙真美好，天天来宣告你创造奇妙，你对我真好。我是神美好的创造，我受造奇妙真美好，喜乐的微笑，勇敢去拥抱。你对我，你对我，你对我真好。我是神美好的创造，我受造奇妙真美好，天天来宣告你创造奇妙，你对我真好。我是神美好的创造，我受造奇妙真美好，世界的微笑，勇敢去拥抱。你对我，你对我，你对我真好。你创造，你创造宇宙万物，你创造海洋星宿，你细心创造了我，以永恒爱来爱我。你使我大声欢呼，你使我喜乐跳舞，我要不停来歌颂奇妙创造主。我是神，我是神美好的创造，我受造奇妙真美好，天天来宣告你创造奇妙，你对我真好。我是神美好的创造，我受造奇妙真美好，喜乐的微笑，勇敢去拥抱。你对我，你对我，你对我真好。你对我，你对我，你对我，你对我真好。我们将掌声归给荣耀的上帝，阿们。大家请坐。逐摆祈祷的时阵，咱拢要伫安静的内面，听着主要对咱讲话的声音，求主用伊的面的光来照阮，伊会互咱的心充满喜乐。你是阮全然信靠的主，耶和华上帝，你要互阮安然徛起。就我的祈祷，伫安静内面，我
声音，因为你会听，找着失眠的歌，予我牵伫行日，你会同在内面。能够对头来。我来到你宝座，献上我的祈祷。你安静来面，我听见你的声音，因为你会听，找着失眠的我，予我空伫行日，你会同在内面。伫安静的时阵，你会听我困求。享受伫你的荣耀，先给着，求你用你面来照光我的心，你予我心充满着喜乐，主啊，你是我全然心靠，耶和华。我安定徛起，我来到你宝座，献上我的祈祷。你安静来面，我听见你的声音，因为你会听，找着失眠的我，予我牵伫。安静的时阵，你会听我困求，享受伫你的荣耀，先给着，求你用你面来照光我的心，你予我心充满着喜乐，主啊，你是。我全然心靠，耶和华，予我安定徛起。求你用你面来照光我的心，你予我心充满着喜乐。主啊，你是我全然心靠。予我安定徛，求你用你的面，求你用你面来照光我的心，你予我心充满着喜乐。主啊，你是我全然心靠，耶和华，予我安定徛起。咱举起咱的手，举起我的手来敬拜你，用一生来回应你的名，予我的主，予我多多感你，用心来敬拜你。真的阮的耶稣，耶稣，官兵将光万物看尽，应要从归而乐。我的心诚实来献上敬拜，这地宝座顶上听我的主。举起我的手来敬拜。
咱三甲来祈祷，感谢天父上帝。逐摆阮唱歌学到你的时阵，阮的心内拢充满喜乐。逐摆阮敬拜你的时阵，阮也要搁一摆孝顺你对阮的恩典。愿主敢若阮今仔日所献上的歌声，会当得主你的欢喜。求主保守阮的心思意念，会当凡事照着你的教示来行。阮安尼祈祷感谢，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请做伙来共读新的诫命。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诫命予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三甲来启应上帝的话，启文第51篇，耶利米17章。我来启兄弟来译。上主安尼讲：我靠人，我靠会死的人的气力。心里为上主这款人着受咒诅。因踮伫旷野焦燥的所在。我人家己着点地。因会亲像风波，无大丛的树。我听到的时看袂着。总是信靠上主，专心倚靠伊的。这款人真有福气。伊亲像树收栽伫水边，阮船到下面，炎热到也无惊。着流汗水水。抗旱的年拢无挂露。照常过过去。你们请圣歌队对咱来学了上帝，因要唱的是我是我们的神。
三角来讲授上帝的话，记载是路加福音19章1节到第10节。路加福音19章1节到第10节，我用台语汉语本来共读。第一节，耶稣入耶利哥底过去的时，有一个人名叫撒该，是做抽象的头人，也是好业。伊爱要看耶稣是啥物人，若是人多，看袂着，因为伊身躯矮小，就行做前，拍上松栽树，要看伊，因为耶稣要对遐过。第5节，耶稣到迄位抬头看伊，讲：撒该，紧紧落来，因为今仔日我的确着踮你的家，就紧紧落来，欢喜接纳伊。众人看见，咬咬念讲。伊入去歇伫歹人的厝，撒该徛地对主讲：主啊，我将所有一半互善用人，若是捌歪啥物人，就将4倍赔伊。耶稣对伊讲：今仔日拯救到伫即个家，为着伊也是阿伯拉罕的子孙，因为恁主教是要找失落的来救伊。下面请吴泽恩小朋友用中文和本来共读。耶稣进了耶利哥，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的名叫撒该，座位地长，座位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山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看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他才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诈了谁，就还他4倍。耶稣说：今天就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好棒啊，泽恩很棒。这是请苏牧师证道，伊要证道的题目是得到救恩的人。弟兄们，大家新年平安。经过一个年，有快乐无？是有领到红包是毋是？无吼，无。望上帝平安，这是上水啦吼。想事伫我，咱三甲来祈祷。听阮的主上帝，阮深深感谢你。伫阮生命中间，阮一直调整。调整的目的是因为阮要愈亲近你，愈认捌你。阮就即条耶稣甲阮讲的，伊予阮的平安，毋是世间的平安。世间的变化，阮世间的平安嘛一直变化。对有钱平安，到伫有时欠钱的时阵，阮的心就悲迫，失去迄个平安。总是感谢主，你予阮的平安，就是对内面。对阮的心底，因为甲你交陪，阮深信你所安排的，阮无要照阮家己的意思，
阮就得到你的真实平安。愿今早起，阮伫你面前服侍敬拜，你就除去阮一切无应该有的杂念，到伫你面前仰望你。阮不得不用人的言语来传达你的信息，你就安尼好款待阮。阮嘛纪念吴牧师出外募捐，恳求你帮助伊，互因出入嘛拢平安，是因为有你的同在，有你的带路。阮伫你面前安尼恳求、感谢，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祷，阿免。我拄则特别甲咱讲新年，咱有平安有快乐无？咱拢讲有啦吼。当新年是咧讲啥物物件？我今日较要甲咱问较侪代志啦吼。请咱甲我应一下吼，莫互我等下一个讲，我直直讲，你毋知有咧听无？我拢毋知安尼吼。新年是咧讲啥物？啊？多1岁吼。这嘛一种讲法啦吼。我甲你讲另外一种看法，有人讲我搁趁一冬啊，搁趁一冬意思就是讲，旧一年我的朋友已经死去啊。我拜六拄参加一个告别式，迄是阮东门少年团契的高青团契囡仔吼，伊吼，我嘛毋知呢，伊1947生啦，1947生，吼，安尼嘛无偌老呢。即摆还阁有人1930几生，还阁活咧，对毋对吼？还阁有1920几生，还嘛活咧吼。总是无法度，上帝时间就互伊安尼离开安尼吼。所以新年过一冬，有个人讲安尼阁过一冬，有人感谢上帝，阁互我加活一冬。有个人过早起目睭天起起来是。感谢上帝，阁互我还会喘气。有人讲，哇，阁一冬倒还阁落雨啦，阁一日倒还落雨啦，吼，伊无相看法。新年的开始就是咧讲起啥物，就是拢讲改变。旧的一年过，无管是啥物款情景，即摆换新的一年，吼。昨是昨的代志，今仔日阁是今仔日的代志。我若请问咱教会。咱教会有更新啊无？有诶讲有有诶讲有到底是啥？更新啥？更新啥物物件？但系具体袂使讲教会教会就我就对开空气咧讲话吼，空气袂回应。有改变啥？恁看到有改变啥？可能恁知影拢。雄雄讲袂出来啦吼，比如讲即个是物价，有改变啊无？头前加吊我遐物件，你感觉迄自然的吗？迄倒有人去遐吊，有人去设计呢，因为我前到倒来毋捌看到头前吊物件，无管你吊偌久，我毋知，就是有改变，有改变。第二项吊物件去到咩？以外还有啥？你毋知教有啥解？你若无咧注意吼，安尼检视无啥，说着真责任的款，失责吼。教会咧改变，你都毋知啊，教会咧改变，你毋知，你的心嘛袂当改变，因为你习惯啊。教会要改变啥物？灵命改变，这是。逐日读圣经、吟诗祈祷家己啦吼。礼拜日来遮做礼拜，还有小组，对毋对吼？你若参加小组读圣经、吟诗祈祷拢无改变，安尼吼，宁好去啉咖啡较好啦。这讲实在，我咧讲实在吼，因为你读圣经，着白纸写乌字，愈看愈大字，写愈大字，因看到目睭怎火也无集中。我读册捌读安尼哦。头都读安尼，即摆读到直想，开始怎雾，怎大字起来安尼吼。我发现讲我无专心咧读册，所以来到教会，你读圣经吟诗，包括圣歌对咧吟，你家己有快乐的面，互人看到无？
也是咧唱歌，也是由头到面。恁无看到你的面，下面人拢看到你的面。哦，还佫有啥物改变？教会，恁拢有咧做，开拢无咧注意啊！恁生活对嘛改变，即马查甫坐头前。哦，你来看，恁咧做诶物件吼，你着爱知影你做啥物件，你诶生命才会无相像。你若咧做，你毋知影做啥物件，安尼无效啊！拄啊，亲像你开车开去高速公路，毋知要往倒搭去，对毋对？吼，还佫有啥物改变？啊？啊？有规世界新的话语，咪改变啊！有新的话语啊！吼，毋定坐伫头前，来遮佫分南北韩，吼，38度线嘛，吼。我若讲有一边好人，恁会讲啥？我头听到讲有一边歹人，迄就是毋对啦。一边好，无一定迄边歹。我甲你讲一个实在的，一个足好画图的老阿爸，阿爸就是老爸嘛吼。伊画甲足水哦，伊就拄有代志拄啊出去。因兜迄个囡仔吼，咱台湾人讲迄个高囝吼，看到老爸杀一个鼻蛋咩画嘛，伊嘛怎？伊都因老爸出去嘛，伊嘛杀伊的边吼，稳稳的，甲甲画安尼。哦，食咱这老爸入来看到这种，我是画家呢，你也毋是画家。我画甲足水啊！你过来甲撇咧，若你会安怎？无人敢讲，无欢喜，佫啥？掠起来讲吼，还佫无？白目囡仔安尼吼，好啦。有个人毋敢讲，因为讲哦惊会互讲，吼。这老爸哦无甲伊骂。我甲你讲，咱相信上帝的人，慢慢咧调整这物件。伊老爸就牵即个囡仔来讲，来咱举一个笔，牵伊的手，佫将遐画毋对所在，佫啊增加，成做一幅另外较水的图。本来图真水，总是即马一幅是含以前无相像，总是嘛水。你袂使讲即边好人，另外讲迄边就歹人。袂使安尼讲，你会使讲即边好人，迄边嘛真好，对毋对？你若常常甲看乌白吼，你面对一边乌一边白啊。咱咧讲生命中间，你的看法、你的思想有真大的不相像，是因为你的内心迄个固定落去，就是歹啦，吼。所以我一定咧甲你分享讲，咱的改变是啥？心理的改变。咱的教会还佫有改变啥？可能恁看了习惯啦吼。我要好当甲咱讲，你若真习惯的时阵，你的生命袂成长。你若足爱食即个物件，固定食即个物件，你一定会有一项物件会破病，因为你欠无一份物件，会欠无一份物件。你若固定讲即项物件好食，我拢是食遮尔，逐日拢食遮尔，你的身躯会渐渐毁坏。因为你欠足侪物件，你好诶爱食就爱食，毋好诶毋爱食嘛就爱食寡。因为你诶身躯你欠啥你毋知，你若平均安尼甲食，你诶身躯就调整好势。所以一个习惯性诶人，伊诶生命无快乐，伊袂成长，因为固定行即条路。若对心理学来讲哦，讲你若去上班。转来会当行别条路转来吼，即款人会生命较快乐，因为看无相像前景啊。你若愈会当找愈一条路的时阵吼，有一个即条路甲断掉、塌掉的，你就当行迄条路；即条佫塌掉，会当行着，你会当转来你的厝。咱的生命是着爱安尼常常改变，是好的改变。若基督徒是耶稣来改变。我今仔来，我看到咱教会改变足侪啦吼。头一个我就看到大桥教会，你其实物件已经褪色看无啦，实在看无吼。总是即摆足清楚，这个改变就是好的。
要帮助人会当明白，才有一间教会伫遮。以前有啊，总是都爱点灯点火，点灯点火暗时，因为迄个特色跑去个特色啊。咱们教会嘛是安尼，一个迄款魂而不回、烧阁袂无去的即个扛棒吼，怎啊白白白，电火点无光光，有啥路用？即摆已经改啊。所以咱讲常常改变，是咧得爱互愈来愈水，愈来愈水。毋是以前歹哦，拄啊亲像迄个老爸话，迄条图足水啊，总是会当互无相相反的形佫出现。亲像咱本来足水，遮毋免钓遮物件，总是我来讲，这若钓10档，你会看了安怎？无相像。偏偏钓物件，可能嘛佫当钓别项，所以伫心理学的人有安尼讲一项书，这做参考吼。伊讲大部分的人吼，一间厝差不多住10档、20档嘛吼，都去大好个人较定定咧换厝，总是毋是定定住10档、20档的人，伊就袂快乐。伊讲一个聪明的人，小像即间厝，伊的椅仔会叮当，伊的桌会叮当，伊的门窗嘛叮当，就会当煞。会煞无相相款的情景，所以伊入来的时阵会感觉到佫无相像，伊就佫入来一间新的厝。外口拢相像，总是内面无相像。总是台湾人较毋是安尼啦吼。台湾人对物件拢甲固定掉咧，壁嘛固定，啥物拢固定。那外国人所有的物件拢会当叮当。遮个桌啊、钢琴，也是壁面的壁图、门窗，拢会当刷叮当，袂怎定死的就对啦。这互咱的感受无相像。咱袂当单定换厝、定搬厝，足忝的，你毋知？都爱整理了，即摆倒转去，佫倒来开始佫整理遐物件，总是怎样伫你我心思内底来调整遮物件，这是要紧的事。咱最后问着你，你有改变了无？我免你讲，你家己想就好。你有常常咧改变了无？你若无常常咧改变，安尼你的生命嘛是安尼尔。拄仔咧亲像火车行铁轨路，火车行铁轨路安那？起曲，隔壁人就起曲，安尼尔，就固定安尼走尔啦，你我的生命若袂当常常改变，安尼真无彩。逐日摄新的空气，总是袂当调整你家己。你无要改变，总是有一项你会改变。迄毋是你爱啦，上帝互你我一定得改变。你昨食入去，今仔都爱出来，无论是水，无论是物件，今仔拢都爱出来。上帝通过你的身躯，我的身躯，这物件一直咧改变。你无爱改变，无法度，无爱改变，就是食落，怎困伫遐袂起来啦？迄就袂改变啦。神啊，上帝创造咱的身躯爱改变。咱的心思、咱的想法，拢无爱改变，这是困难的事。咱今仔所读到的圣经，我会记我细汉伫主日学的时阵，阮拢讲耶亚撒该，我毋知恁捌听到无啦拢讲咱来听耶亚撒该的故事。有影伊的圣经是写讲撒该人真恶，伊无讲耶亚撒该哦，讲撒该伊人恶势。总是故事变做耶撒该，对毋对？这就像咱拄则咧讲，遐改变咱的用词的问题。我听这个技术，今仔和咱分享这个物件来看，这个撒该也好，耶撒该也好，撒该耶势也好，到底伊的生命伫咱今仔所读圣经，咧教你甲我讲些物件。头一项。伊较无用心亲近主耶稣。主耶稣行伫伊社区的所在，伊嘛看到足侪人咧对。咱若看到足侪人咧对吼，咱有当时拢会去戆戆对，对毋对？结果戆戆对人到尾一头壳互讲着，头前遐人已经走啊。有个人讲，你看啥物？无啥物，总是吼。
你毋信你甲试看下，你叫两三朋友讲啊，咱明仔来看啊，其实无啥物件哦，啊，逐个就过来看看。啊，伊若讲啊，你看啥？啊，你看无哦，搁也骗就对啦。啊，迄无伫啊，迄无伫啊，就无伫遐嘛。迄无伫啊，啊，伊嘛咧看，逐个嘛咧看，啊，会愈来愈济哦。啊，闪闪咧，互我看咧。伊啊，世界拄啊是安尼，总是咱无爱互看，因为伊是细腻，那抽象的啦吼。咱即摆讲细腻，抽象的对人来讲。其实，若照咱的圣经来读，我感觉伊袂乌白来的人，因世界两字是公义，啊伊嘛无乌白去安尼用歹的方法去处理，总是因的看法，就是抽象的人，就是你来这5箍，这10箍，这20，啊你无袂使，啊总是伊遐个人无咧想讲。这抽象的人嘛，有做忠实、做公义的人。啊，世界拄啊，即种人，你可能会甲我讲，牧师敢有影安尼？咱后壁看就知哦。啊，伊人咧甲欺信，伊感觉我要亲近耶稣，耶稣，我咧看这人是安怎对耶稣？疑问啊，疑问。啊，我都爱知啊，我袂使戆戆啊对人行，啊对人发安尼尔定。照圣经先知约书亚讲，着趁耶和华通找着的时来找伊，伫伊三更的时求叫伊。世界拄啊亲像安尼啊，伊来到我社区啊，吼啊来伫即个所在啊，我着爱来亲近你啊，我就来捌伊，互伊的性命成做我的性命，这是我较无物件。我是安怎无做歹，啊无做歹代志，是安怎解？这人拢无爱我，一定有原因啊，一定有原因，吼！啊，所以伊就爬起双台树，吼。我毋知影咱中间捌有人爬树啊无啦，吼。爬树啊足欢喜的呢，你敢知？总是愈济岁愈袂使爬，吼。毛长老你敢要爬？袂使啦，我老板咱长老搁爬树啊，对毋对？啊，总是较早囡仔时阵爬。你的角色、你的地位愈来愈上，愈毋敢做真侪代志，这是正常的，这正常。啊，若无相，你无相信哦，你去叫台南市市长去爬树互咱看嘛，伊毋敢，伊毋敢。所以每一个人无相像，总是世界竟然就是为着要亲近耶稣、捌耶稣，伊就爬上双材树。拄亲像拄则咧讲先知所讲。会当找着时，我着想办法来甲找啊！我袂使放伊过去啊！啊，伊搁进一步，我着爱来认捌这耶稣。我爱知影讲耶稣到底用台湾讲是咧变啥物梦啊？哦，伊咧做啥物代志？啊，我着爱知啊！我若毋知的时，我干那对着戆戆对是无啥路用啊！哦，所以世界一种即款情形，伊知影先知所讲的话。我毋知伊本来是毋是信徒，总是伊哪亲像知影，我若对耶稣，就会亲像甘雨恩典润得我的生命，我的生命会改变啊！拄啊亲像新年改变相像，所以伊就安尼甲耶稣来亲近，认捌伊，啊总是无拍算讲诶，我毋知你咧读有想着，我想耶稣来到树，我就讲撒解落来，哇，这耶稣嘛先知呢，啊是逐个讲。逐个伫遐尔，撒解爬起来，撒解爬起来，啊说耶稣听着，我毋知，圣经拢无写。总是伊着亲切甲讲撒解你倒啊，我今仔要踮伫你的所在。因为弟姊妹，只有这简单的话，互撒解感受着无相像啊。吼，讲到即个爬树啊，哈，我会记这是真实的啦吼。啊，过去的代志嘛不要紧吼。较早中有校长公馆，校长公馆边仔有2丛椰子树，即摆已经无呀吼。啊，学了生活暗时啊3更半暝爬去搬椰子。啊，迄落较早无像即落鞋仔，有穿大拢穿木屐嘛吼。啊，袂当用木屐爬去双材树，袂出爬去椰子树，所以木屐放伫涂骹吼。啊，庄主是牧师。啊，张茂新牧师，
伊做社监做主任校务，伊想学生较会检证者啊，暗时啊社监拢爱去巡爱点啊，啊，就出来巡，靠目镜伫遮，啊，看顶悬佫有一个人啊，安尼吼，毋是干一个尔，村里人拢走了伊啊，村里人拢走了伊啊，啊，张木生牧师做好牧师，我做学生时伊做好牧师，伊就甲顶悬讲，你运哪落哈？伊去惊伊摔着，还是创啊？你运哪落来哈？运哪落来哈？我甲你讲，中学生逐拢足巧。伊讲张牧师，你若伫遐，我无爱落来。你若走，我就落来安尼吼。啊，张牧师做都真正足单纯的嘛。啊，嘛有影啊。我落来要互你掠，当然袂使啊。啊，张牧师走了，伊落来吼，就选定啊啦。所以张牧师嘛毋知影啥物人吼。所以我咧讲遮物件，就讲爬树啊，有伊危险性。爱冒险，总是撒开欢喜爬树啊来看耶稣，为着要超找耶稣，要认捌耶稣，要亲近耶稣，伊要通过耶稣来看到伊的生命爱改变，这个改变就是得到救。那照特别我所讲，见若虔诚的人，伫通找着伊的是迄个伊是上帝，就爱去超找伊。大水泛滥也袂到伫伊遐，所以去超找上帝，去超找耶稣，去超找圣神，是伊的生命会无相像。啊，要安怎无相像？我毋敢甲你讲。你毋通想讲，啊，苏牧师惊讲会无相像，就是我趁大钱，我无安尼讲哦。我若要讲，就是拄则讲，耶稣互你的平安，无论伫心烦情境、内心深沉的所在的平安。当有即个超随耶稣得到即款的信心，即个财物，爱行动啊，毋免爱行动。总是真侪人无爱行动，就知就好，知就好。我常常人讲，我知，我拢会晓讲笑讲，我嘛知影你知，就头壳试试啊。头壳试试就知嘛，吼，对毋对？无咧看路，吼，对毋对？啊，伊可能伊嘛交过来讲，有啊，我咧看咯，就看涂骹有钱，然后捡啊无，对毋对？吼，伊嘛会安尼讲啊。总是其实毋是，咱知就爱去实行。伫行动甲你的信心、甲你的信仰合一的时阵，你的生命才会当重新得到救。若敢若知无效，伫头壳顶无效，我请问咱大家，你若盲肠有问题？有一个呆拄打毕业的博士，你敢有手术？伊拢毋捌去病，你敢有手术？你讲伊博士啊，袂要紧啊，我有手术。我毋知影啦吼。我听着讲有一个人讲，伊去呆博士了啊，讲共手术，啊，毋知影盲肠伫倒啦，实心尔嘛吼。啊，主治医师讲你去边，啊，伊手术吼。啊，讲迄个人后来就拢无咧手术啦。应该是实习医生是在前当边仔看嘛，看人个主治医师安怎咧处理，爱着计较伊，我拍博士啊，我来处理啊。生命中间言行都要合一，言行若无合一的人，伊个生命会无快乐，啊，甚至大问题。耶稣讲到即个代志，上界典型的例就是讲聪明甲愚妄的人。有智慧甲无智慧的人，伊有讲一个故事，迄个故事就是讲，聪明的人听到我这话去行的人吼，要比拼亲像安那，起厝伫什么款所在？伫石盘顶。听到我这话无去行的人，要亲像戆人，爱用啥譬如？伊讲伊起伊的厝伫倒啦？山顶。我毋知影，咱中间可能少年有啦吼。我讲少年有是因为年岁较侪人无咧用手机啊，吼，无咧用咱。咱有真侪遐物件，就是伫有山的所在用山起厝呢，起厝、起城，足水哦，实在有够水，吼。总是咱圣经所讲的，大水到
伊就搁扬去啊，伊就搁扬去啊。耶稣讲起迄个厝是戆人啦，啊，总是遮起沙啊，伫海边遐人，敢是戆人？伊毋是要大，所以伊无讲，伊是惊做艺术咧，互欣赏，表示我的技术赞。伊毋是要大哦，伊毋是要大。所以耶稣所咧讲的物件，咧讲起人的生命就是安尼。啊，若讲撒该，伊无相像呢。伊听着耶稣叫落来，伊就足欢喜落来啊！啊，伊就是甲耶稣讲啊，我若有歪人，歪人就是歪哥啦。我若有讲歪人，我要几杯？啊？无人敢讲咧，4杯。啊，伊若有讲歪，互食力。我10万爱赔40万，对不对？不过这个以前伊讲啥？这个以前伊讲啥？我将我的财产一半互送养人，财产剩一半互伊了后，佮佮来佮4杯赔，安尼有好业无好业？一项表示伊有够好业，啊，个人歪安尼吼，对不对？第二项就是，伊有够好业，总是毋捌讲歪，所以我毋免4杯陪人。我想伫伊的经营，应该是好业到伊是公正。撒该的名叫做公义清气的意思。我毋免陪人说，我好胆讲啊。有真侪人毋敢讲，就是伊家己歪人啊，歪哥啊，对不对？耶稣拄着撒该会当讲这的话，就是表示伊家己伫生命中间，我要超出真实的代志。总是想我暂时无平安，因逐拢无爱我，看我是一个抽象的人，就是歹人，像我拄则讲，性格对查甫查某分开一边好的，另外就有人讲迄边歹的，对不对？我好佳哉，我拄则无讲查甫查某哦，对不对？我若讲查某迄边较好的，拄则咧讲歹，就是咧讲恁遮查甫的，好佳哉，我无讲对面，对不对？伫生命中间，亲像撒该，就是伊知影我无啥物歹啊，是安那逐个人拢甲我弃绝，所以我着表示我的生命到底是做啥物？伫圣经还佫有另外一个故事，迄个故事就是一个好业人，伊趁真济，真聪明，册仓嘛足济，无够，佫直直去。有一暝，甲上帝讲：我的灵魂啊，你通安然自在，通食啦吼。因为你册仓足济啊，通食济年的路用。伊甲上帝典韦，用台湾的搁较粗讲摇摆啦吼。总之上帝去甲伊讲戆人啊！我今暝要调你的灵魂，你所接触的要有啥物人？这人有聪明无？够管理，够设计，伊嘛知影伊有灵魂。有真侪人毋知影无有灵魂啊？毋知影有灵魂的人，大概伊拢无咧管，也无爱做礼拜，甚至也无爱去庙林。去庙林遐人，伊若知影有灵魂呢？无伊袂去拜遐神明。无灵魂的人，伊无咧伫意的人。伊有，伊无咧伫，伊就逐日过日就好啊，无用，一日无用，一日无用。你我生命中间，亲像即个好人，熬管理、熬经营，趁足侪钱，伊佫知影有灵魂，总是伊咧特干家己。即个撒该两个拄倒变吼，倒变。伊感觉钱财是上重要，总是撒该感觉我有钱。总是迄毋是上重要，我还有欠亏，我欠亏耶稣伫我生命中间甲我去做，所以我就用我的生命，因为耶稣要来反斗，我就将我会当做的我来做，这就是行动甲伊的思想合一。
当然呢，耶稣是你我的什么路用？其实就是你我得救的泉源。当然，神人教讲三位一体啦，圣父上帝、圣囝耶稣、圣囝圣神圣神、圣父上帝咱要看上帝歹看到，望嘛袂到，总是圣经通过安尼讲，伊找伊的独生囝耶稣来，互你我成做生命中间的示范。伊有痛苦，伊有怜悯，有医治，互欺负，互糟蹋，互勒骂。撒该通过伊来拄着伊的生命会调整，迄个是伊的原动力。你我的原动力，若毋是耶稣，是世间的物件，安尼有一日你可能会艰苦。拄啊，亲像老人甲歹，迄个作者叫做海明威，伊得到诺贝尔奖金呢。我一世人毋敢想呢，总是自杀。伊思思念念要得到诺贝尔奖金，全世人拢捌我。伊已经死啊，我嘛要捌伊，总是无效啊。伊到尾发现的就是，伊拖迄只大鱼，只有剩骨尔定。要甲伊的朋友顶讲，你啊看，你讲袂晓拖大鱼，我大鱼拖转来，总是无拍成剩骨。剩骨，这是老人甲歹迄本小说写的，我等于伊的生命，迄本册就是得到诺贝尔奖金的。恁兄弟姊妹，我毋知影你我的原动力是啥物。圣经甲咱讲，树若栽伫溪边，才会当照时结果子，因为伊会紧旋入去伫会当吸水的所在啊。水是你我生命中间所有世间最重要的代志。你我无食水袂使呢。有人讲禁食祈祷，禁食祈祷一用就爱去啉水。无你的肠啊，当夹掉咧，你都爱当水喝落去。世间无一项物件无欠用水，动物需要，人的生命需要，食物需要，食物、花草，啥物拢需要。花草若无水就孤单。当你我的水源伫什么所在？那用基督徒来讲，就是基督啦，基督是耶稣。耶稣若成做你我的内心，迄个泉源，就是要照时结果子哦。我毋知你有照时结果子无？啊是你都讲上帝啊，我都爱娶某吼，我都相信你，你就将我所爱带来我的头前。咁安尼？若愈的嘛是安尼，我早在结婚啊，我知影你旨意足好，你将迄落。合我的心意哦，足有虔诚哦。合我的心意，带来我的头前，毋是你我拢都爱努力去培养。伫培养中间，检查阁有真侪问题啊，总是都爱克服。你我的生命若袂当常常伫改变的中间来克服、来调整，不管你来伫教会，你伫厝内灵修，伫你朋友的中间。若袂当有照时结果子，互因看见。耶稣咧讲，恁若好所行，人就知你是我学生。咱都无好所行的时阵，无好所行嘛，无一定歹所行啦吼。就是无行，就是自由自在、习惯性啊。这个生命对你无帮助，对我嘛无帮助。生命的更新会得到救，是因为有迄个泉源，有耶稣基督常常伫你我生命中间。汽车需要汽油，对不对？电车需要电，迄就是泉源。我毋知影咱昨有看到什么物件吼？我昨看到已经新的车会当飞伫空中，较早。人就咧讲，这这若去哩拢会烧崩呢，因为伊无线路嘛吼。讲过3冬后要，即摆咧试验尔吼，
4个骷髅皮来当飞去，啊，就当透前安尼吼，走来走去，啊，干那一个停的所在安尼尔，毋免有路啦。啊，总是迄线路若无会亲像飞行机，飞行机爱线路呢，你袂当讲空中迄那大我都学袂飞，有线路，你着爱照即条路行。哦，还佫我看到。过几冬了后，可能有人出产，迄个自动车4年拢会当转，4年拢会当转。你毋免烦恼要停车，着爱去头前后壁毋免。你来到遮哦，当4年啊转过来，伊就拢安入去。啊，这真正我看到伊已经人讲过，我已经头半年前就看到，总是昨伊讲，这电脑毋是干那转安尼尔，会当360度转啊！哦，够厉害，我感觉有够厉害。人有够厉害，总是迄个专员是伫创造主的中间来咧敲电话，咱也袂晓去敲吹，敢若这物质到尾嘛是有问题。吼，咱拄则讲，遐个自动车会当伫空中飞4个骷髅皮啦吼，啊若无线路，我想拢会当空中落落来啦。吼，伫你我生命中间要怎样来调整，这是爱注意的物件。客人来讲，萨家咧敲碎是啥物？我好业，我有钱，我有势，总是我需要迄个专员。迄个专员，互我会调整我的生命，会调整，我会当合一。结果伊所调整到尾是水的，是会当经营，逐日生命中间是快乐的。佮另外一个好业人，伊虽然足好经营。总是伊看钱财比伊的灵魂较重要，伊要用钱财来互伊的灵魂会当安然自在，佮食足侪当。总是上帝甲讲，我永远嘛要调你的灵魂啊！哦，人的灵魂上帝要调，足简单呢。人的灵魂踮伫即个世间，可能伊无要去逐日调。有两种人有灵魂，总是毋捌人。毋捌人，袂感觉痛苦。一种就是植物人，伊还有灵魂活咧啊，总是伊袂晓分别是非，嘛袂使。你甲看伊嘛毋知影你啥物人，啊，逐日有还佫会当变化，啊，迄变化佫是别人帮衬伊变化，着爱甲饲，对毋对？咱毋是啦，咱大部分着咱家己食，咱家己用，咱着拢通安尼吼，拢通，有入有出叫做通安尼吼。佫有一种人就是白痴啦。白痴人伊袂啥物痛苦，伊家己自动，毋免人食，毋免人帮衬伊食，啊，会当处理。总是你要讲伊有痛苦也有快乐，伊拢无，都毋知影。吼，这人叫做咱台湾来讲天天啊啦，可能你拢足少年的吼，天天二九暝啦，逐日拢二九暝，拢足快乐的安尼吼。所以你我生命中间。咱要通过，那你是基督徒，你要含遐庙事的人，无相像所在是啥物？遐庙事的人嘛，去定时去敬拜，吼。我住伫弥陀寺的边啊，弥陀寺原来拢无啥物代志，即马最近有人咧当讲经，啊起甲足好吼。原来是古董的厝，总是等于兴起了吼，已经无效啊。原来厝叫做古董，还是讲古堡？你若定起来定起，无效啊！吼，总是即摆伊嘛有啊，伊嘛有死板啊。总是因无相像中间，就是因无咧做侍奉。侍奉就是庙林遐人咧做，无死就是遐非常较离谱。教会人无相像，你需要献钱，你需要存心参加侍奉，这是教会无相像。通过这你来体会到。上帝咧甲你祝福，你欢喜付出，你继续。所以你会看到遐个庙事人吼，有诶心灵一仙搁一仙直拜，对毋对吼？你若即间教会，搁走到迄间教会，嘛相像迄个上帝啊，是可能因为你搬厝诶原因，对毋对？一个人若毋是搬厝诶原因，教会四过咧走。我毋知伊得到啥物，
阮迄个朋友吼，阮少年堂嘅朋友吼，去台北啊，即马人伫加拿大，伊讲，我吼拢会去无相嘅教会守圣餐。阮甲讲笑，你是咧看对间嘅圣餐较好食、较好啉，是毋是？吼，啊，其实毋是啦，吼，伊无啊，伊讲我毋是啦，伊带我去遐，爱带咧守圣餐啊，啊，基督徒毋是安尼，茫会当伫一间教会敬拜上帝。你去别间迄上帝应该是相像，袂无相像。你应该伫一间教会，伫遐奉献以外侍奉。你伫侍奉的中间，上帝互你看到，你的快乐就是安尼，啊，你会一直运作愈来愈好，你的内心会愈来愈快乐。亲像这圣歌队吼，变的，徛无相平，你嘛毋知。包括我头一遍听到，迄个指挥讲，啊，阮今仔要唱啥？我以前毋捌听到因咧讲这个代志，吼。啊，今仔佫一人，叫你小朋友，我袂使讲高囡仔啦吼。小朋友起来读，伊佫会惊呢吼，佫会惊。你甲拄去伊毋敢。那我伫遐看吼，这做参考啦。你拄伫遐吼，伊毋是听声尔，伊会要看遐物件，伊袂当看。所以你后来对啊，放在边仔就好。哦，啊，这就是咱的成长啊。你看我伫遐看做成长，你甲拄来，伊就要我看啊，伊若拄踮遮啊，我过伫遮要安怎看？对毋对？啊，所以你若放在边仔，有听着就好。这就是咱的改变，就是咱的更新。咱常常的生命若无更新，你袂当互实在的效果产生出来。撒该会当得到救，就是伊的更新，伊有行动，伊的专员对耶稣来。伊的行动就是侍奉，伊的行动就是奉献，伊的行动就是帮赞别人传福音，拢有哦。愿你我通过咱今仔讲耶撒该的故事。你我重新来调整咱的生命，要怎样做新的事奉来荣光上帝的儿人？咱三甲来祈祷。主上帝，阮感谢你，互阮会当成做基督徒来认捌你。阮要亲像撒该知影，阮欠缺，阮需要耶稣，阮需要耶稣了后，阮需要奉事、奉献，帮助教会成长。阮无爱亲像迄个好野人，有智慧，有财物，总是伊看钱财比伊的灵魂较重要。虽然伊知影有灵魂，主愿阮知阮的灵魂是对你来。每一遍阮搁加活一日，阮要感谢你，互阮的灵魂，犹阁伫阮即个肉体所在，阮着爱尽力来做会当做的工，毋是为着阮家己咧做。是为着你爱阮，伫人的中间来做好的桥梁，成做人的天使来帮助因。阮感谢你的保守，感谢你的祝福，靠主耶稣名祈祷，阿免。接下来吟圣诗，圣诗第127首。上帝将伊独生圣囝，请起立两全手。我。
准备心来奉献。请起立。请坐念奉献宣告。我相信万物拢是上帝所创造，伊拥有手术甲想袂主权。伫即时，我愿意对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甲敬虔的心奉献于你面前。求主通过我逐摆甘心乐意的奉献，操练我的内心，分别我的性命。我相信。奉献是在真丰收的种子，我相信奉献是实际基督的生命。我确信奉献是生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指示来你赐福我，保守你的道路，坚固你的信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请坐。即时咱为着以下的公祷事项祈祷，请咱看内底的公祷事项，请咱开声来祈祷。感谢你，竞选阮成做你的儿女，互阮有福分伫你圣的国度内底，享受你白白赏赐阮的恩典。主捌讲，我的恩典教业恁用。当阮将需要照着祈祷带到你的面前，你要成做阮的帮助，因为伫你无难成的事。恳求你，互阮伫人手中明白你的真理，并且照着你的真理来行。互阮拢会当得到对你遐来属天的事哦。嘛恳求你，互阮伫服侍顶面，装备阮照着破碎，精心塑造，互阮成做你所欢喜的器皿。搁将阮放伫适合的服侍的位置，无论是代祷、关怀肢体，也是传福音，拢大大使用阮。昨阮也完成总督甲立委选举。恳求主掌权，赏赐新的元首甲政府官员，有智慧甲能力来治理国家，互阮伫种种的，互因伫种种的决策中，用上帝公义甲怜悯、谦卑甲主同行，以百姓福利为先。嘛恳求你保守看顾阮的国家平安，
经济当愈来愈好。阮来祈祷拢是奉过主耶稣的名求，阿门。现在来看周报。圣港事奉人员请有担任服侍伫教会消息。第一，本周日感谢苏牧师来本道正道，愿主祝福伊甲伊的家庭。吴牧师甲募款同工到头社教会募款，请关心大岛。今仔日小组正常举行，请兄弟老婆参加。第二，今仔日起开始进行圣道灵命造就门徒训练课程，请旧年老虎也是牧道友兄弟，志明兄、新天兄、小玉、苏荣姐、金惠姐、金蛋姐、美珍姐、美英姐，伫聚会所到牧师的办公室进行门徒课程，请为着因关心大岛。第三，为着鼓励信徒学习培养好的读经习惯，圣经填空题运动将伫2月初3统整完成，缴交圣经填空的名单。1月27为是最后的缴交期限，鼓励兄弟当子安索取未无写着的部分来补齐。教会要赠送精美的礼物。鼓励信徒养成钦读上帝的话，性命搁会当蒙福。第四，2月25日召开2024年定期好会，请各小组甲牧区的好会资料，请伫2月11前交予治安。召交的内容就是组织分工，甲2023年的事工报告、2024年的事工计划，甲会期报告。奉献部分若有错误，请过过无更正，请做伙来读本周金句，台语甲华语各读一摆。因为恁受着本是要安尼，因为基督也替咱受苦，老母又互恁，要互恁对伊的脚步。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彼得前书2章20节。下面请毛长老补充报告。咱今仔日阁感谢这个苏牧师再次过来本会，将上帝的话语来勉励咱，咱甲拍一个破一个。谢谢。咱苏牧师头拄仔咧讲道中有提起讲，咱的圣歌队也有改变啦这个查甫的拢一头前啦拢一日头前。我昨下我有问这个指挥的讲咱查甫是毋是以后拢爱一头前？讲不一定啦但是我是种另外一种的想法啦，伊的用意有可能讲阮这查甫拢有年纪坐到后壁有时坐伤久，体力无够会拄久啦怎甲你调来头前因为头前你若拄久啦逐个拢看会到啦，而且做主的主任看会到啦，所以咱这查某有年纪咱的礼拜着忙拄久，人有人咧注意安尼因为我参加这个圣歌队已经超过50年头一届是看到查甫坐伫头前的这个因为这个咱爱尊重这个指挥的伊有伊的意思啦伊有意思，伊毋是讲大家拢讲我拢来前头前啦所以咱要坐头前的啦这男士小可委屈者，较忍耐者安尼。这个今仔日我年纪有一寡代志拢会晓袂记起安尼咱
教会即个辅助社社员有一半拢是社员吼。啊，即个辅助社是奉主耶稣基督性命吼来所设立的吼。啊，基督教啊，天主教来发起的吼。啊，过去拢伫本会咧开会啦。啊，今年有选举，啊，即个人也太济咧，咱教会可能坐袂落。今年怎选举着五福街吼，才会活动中心哦。所以咱来，我搁甲大家提醒一下吼，来继续开会吼。啊，即个咱即个春联吼，啊，过年就要到咱春联各家庭吼。咱也会结束的时吼，咱等向你楼骹吼，咱每一个家庭来提一份吼。啊，今仔有一个即个进会节吼，啊有带一个新的朋友，啊伊叫做柯秀玲吼，啊女士，请恁起来，咱个拍一下鼓一下。啊，多谢你来参加这礼拜，愿上帝祝福你，啊每一礼拜拢会当看到你安尼，感谢主。啊，以上我来报告。即是请任圣诗第402首，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请临时煞请属牧师祝祷，请去临全首。创造阮生命的上帝，阮真心感谢你，因为你留阮活命的确有你水的旨意，互阮会晓超出你的旨意，来亲近你、认捌你愈深，阮就会当伫所做的事工，奉事伫教会、伫传福音、伫有着阮亲人朋友的中间，拢会当将即个水的消息报告因。亲爱主耶稣，你是医治。早医治，你现在医治，将来你嘛继续要医治。阮的心神肉体若拄着艰难，愿你通过医生也好，通过阮伫你面前的亲信也好，你就恩待阮、保守阮，互阮内心得到真实的平安。阮若有得到真实的平安，阮的肉体就会改变，阮伫你面前就得到新的开达。亲爱圣神，阮恳求你将你的智慧赏赐阮每一个人。互阮会晓分别是非，互阮伫即个世间复杂的社会，阮重新起造阮的生命，将你水好的消息报伫人的中间。阮要互你成做阮伫世间中间的见证者、的使者。愿三位一体上帝将伊真实的平安、永远的喜乐、甲健康赏赐恁，以及恁家庭的大细，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免。